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加8万外例，104个人死亡破纪录。另外，对今日开始，所有民众快筛阳性，经过医师判断就准确诊。行政院阁启动振兴方案，按算要用345亿外来补助观光运输业、餐饮业甲企业的劳工。各地因为方面当咧拼大雨，有山区发生土石崩落地着车意外，有民众伫咧海边摕袂离，掉伫咧沙轮袂顶袂动。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消息。今日本土是增加81852例，中当前有333例，104个人死亡，拢破上悬的纪录。死亡的个案当中，佫包含2个幼囡仔，今年已经有7个囡仔重症死亡。针对疫情发展的细面，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疫情也伫咧上悬的时期，如果全台湾上济会有460万人确诊。新冠本土疫情连续3天维持伫8万外例，26礼拜是新增加81852例，双北的病例数也是继续降低，也是新北市新增加17000外例上济，台中市9000外例，头一遍超过桃园甲台北排第2。中当前新增加333例，死亡的有104例，拢创下疫情以来单日的新高。104位的确诊者死亡，那其中97位是有慢性病史，那74位是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那有62位是年龄超过80岁。死亡个案当中有2个细汉囡仔，拢是进前公布过的重症个案，一个是4岁的查某囡仔，无慢性病史，因为发烧就医。后来因为出现规身躯慢咩，甲尾因为急性脑炎、真侪器官衰竭死亡。另外一个是1岁外的查某囡仔有长仔踢起的病史，因为发烧慢咩就医。23也是因为败血性休克不治死亡。累计今年囡仔的重症死亡有7例。7位的这个死亡的儿童的病例那总共有5位是因为脑炎，1位是因为败血症，还有1位是因为在家中死亡法医相验是新冠肺炎的关系。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疫情还阁伫个高原期，20%人感染是上真磅的，也就是460万人会确诊，而且预测这个高原期恐惊会拖1-2个月。台湾的话，我认为会稍微可能会长一点，因为我们的坡形相对如果跟香港或者韩国来比，纽西兰来比都还没那么的陡峭那越不陡峭，那相对的时间就会放得比较久。那不过每一个人的一个预估都不是很相像，不过1个月到2个月是目前我们现在在亚洲几国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另外，本土疫情严重，指挥中心进前宣布放令病院的专责病房护病比为原本1:5放令到1:9，也就是每一个护理师照顾病患的数目增加，引起护理师工会抗议。对这件代志，陈时中答应会比1:5的原则1:7是上真磅的。另外，为了减轻较弱势人的负担，会免费发放中介收入户每人5份快筛剂，长照机构居民每人3份快筛剂，一定有80万人得到这个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日开始，所有的民众只要快筛阳性，经过医生判断，就准做确诊。因为这项政策实施，连 PCR 的人数减少，所以侪体检站拢爱转型，改做是甲民众看诊，也是开药啊。不过指挥中心嘛是提醒大家，若是有无爽快、有明显的症状，不过快筛药验无出来，就要赶紧做 PCR 来确定。万不伊若确诊，才会当量早治疗。医护人员规身躯红麻麻徛伫边仔，引导快筛阳性的民众，伫大雨的午后来上山机场的采检站，准备予医师进行诊断。5月2日，快筛阳性新政策实施，医院所来 PCR 需求大幅度减少，也予上山机场采检站面临转型。未来是以看诊为主，而体检是排第2。PCR 的这人就变少了，所以我们在整个医护人力的规划上面，我们加开了诊间加开了这些防疫的门诊我们设置了6个诊间来满足民众在这方面看诊跟拿药方面的一个需求。正式实施的快筛阳性算确诊是部分年纪甲族群，民众会当出外予医师诊断，毋过袂使坐大众运输工具，而且必须将快筛阳性的检测片放入去封密的录内底，早去医疗院所。若是想要利用医药实行看诊，嘛爱将快筛阳性检测片写家己的名、检测日子。
再搁甲健保卡放做伙翕相，事先诊疗的时阵，将这个相片传起来。目前国内差不多2300间诊所加入事先看诊，新制度实施的头一天，医用的民众真侪。原本5分钟就会当结束的一般门诊，有当时因为病患资料准备无齐全，还是网络的问题，会去拖着时间。要15分钟，特别是那个你知道那频关卡卡的时候，他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听不到他的声音。那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那一定视讯先，我们还是要先看你的整个人的状况嘛，哈。那我们可能的话就会跟你说，那我们改成用电话的，你的人、你的健保卡，还有下面有我的人。一起要照一张相片，然后我们要截图。快筛阳性算较真，有医师烦恼，目前快筛试剂20%的机会会出现假阴性。若是其中有动静因素的人，快筛假阴性无去查到，比快筛假阳性的较危险。当你测阴的时候，并不代表你全身完全都没有病毒，只是你的病毒量测不出来。当然是伪阳性、伪阴性都要被关注的。你如果是快筛阴性，那有症状，所以在一些 PCR 可以来检验的方式，就会让这所谓在伪阴性的部分就比较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快筛结果判断也是有疑问，医病中间无法度达成共识，有动静风险因素，也是快筛阴性了后，也是有明显镜头，有接触史，建议也是要去社区体检站进行 PCR 采检，通量早用药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今日开始，予囡仔注辉瑞 BNT 疫苗，侪家长是早起就带囡仔去注射。高雄是因为烦恼细汉囡仔注射情形会较济，专工开一个误会特别门诊。也那屏东县今日嘛有33位的卫生所开始予囡仔注射。学生排队等要注疫苗，台北市开始注儿童 BNT 疫苗的头一天，透早就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注射，现场有规划报道、门诊、注射甲观察的所在。学校表示，学校有针对时段甲年级来做分流。一早的时间，一开始7点50到8点20是施打我们的儿童、成人的 BNT， 还有我们的莫德纳全剂跟莫德纳半剂。8点20以后就开始施打我们儿童的 BNT。开放注儿童 BNT 疫苗了后，嘛出现有的人全排注莫德纳的情形。以台北市民团国小做例，原本有135个人按算要注莫德纳，后来有114个人决定排注。拢总超过8成，也那即届辉瑞的注射率是超过5成。当然，其实有一些群众效应，就是当大家觉得说，好像儿童 BNT 比较好的时候，那自然在我还没有能够做决定时，我自然就会选择说，那我也要跟着打儿童 BNT。那这个是目前在家长群里面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全台湾开始甲5岁至11岁囡仔注儿童 BNT 疫苗，因为烦恼5岁囡仔注射的状况会较济，所以高雄市府推出5岁特别门诊，由咧读病院甲高医等等8间医疗院所来负责。透早开门诊前，就已经有家长带囡仔来排队。不好预约，蛮抢手的啊，所以就是预约好像听说一下就满了。晚上8点开始嘛，那8点到了，其实一直连不上去，忽然就过了5到10分钟，忽然就连上去，然后就预约到了。有的家长讲开放预约的时阵，网页还佫故障，试真久才总算成功。也若有的是几个家长同一个时段连线，先到这边人就替大家预约。小朋友打完针的一些不舒服，不要认为绝对是打针的副作用。如果有严重的精神食欲下降，或是开始发高烧这些情况，其实还是应该要给医师做一个诊断。医师提醒，注疫苗了后可能会发烧，不过囡仔若是发烧，佫兼肾斗斗，甚至是会带等等的症状，都要注意，敢是去喂到新冠肺炎。唔通因为注疫苗就认定讲所有的症状拢是疫苗引起的。另外，辉瑞 BNT 儿童疫苗，屏东县为2日开始，33个乡镇市的卫生局嘛开放注射。各地注射的地点人是拢吵，因为天气歹伫落雨，真侪家长带囡仔伫咧车路边排队咧等要注射，嘛引起袂少民众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各县市停止去学校上课，改做网络上课的情形。统计到今日暗头为止，目前全台湾本岛，干那新北市是宣布由各间学校家己决定上课的方式，其他县市拢是宣布讲，搁伫咧网络上课，搁加1礼拜。有家长就关心讲，伫咧网络上课的效果实在真歹，规气提早休热。不过教育部是回应讲，目前无这款案算。挂耳机听课那写字，电脑荧幕变做是教室的黑板。一个细粒的查某学生，住伫咧婚林图库，读国校5年啊，当伫咧线顶上课，不过地点却是伫咧图书馆。
我们家只有阿嬷的手机，可是阿嬷平常会用到，所以我们都会来图书馆或者是在家用学校借的电脑。前一天是因小弟去图书馆上课，因为遮底下敢若甲学校借一台电脑转去厝里用，另外一个人就要去图书馆线顶上课。为着让遮有特殊情形的学生会当较利便，图书馆嘛甲40分钟使用的限制来取消，让因会当专心学习。即马疫情要长严重，各县市的线顶教学嘛宣布要延长。目前正在疫情的高峰，非常的严峻，也因此呢，我们决定这个停课不停学的计划再延1周。我们下个礼拜大概还是继续线上教学到6月2号哈。到2日下晡5点为止，全台湾本岛各县市拢小连续宣布甲线顶教学延长1礼拜。大岛的金门是国中以下延长到6月初2，也若高中只是学校家己决定。连江县是为6月初6至初10，国中国小采用线顶上课1礼拜。平湖县也未决定，也若新北市是暂时无要缀咧办理，以及部分地区线顶上课，部分的所在实体上课。他的政策朝令夕改，对我们这个小老百姓来讲，本来就很难去适应。到底要怎么去做？然后网络很不稳定，然后就那一整天的课，我基本上都是断断续续的，在演好像就是影响会越来越大。有家长认为讲，那看情形，那调整线顶教学的时间对因来讲是真歹处理，也若学生是烦恼会影响学习的效果。不过即马疫情当严重，目前敢来当缀咧配合，也若敢会提早休热，教育部表示，这有关应届毕业生甲新生入学的权益影响的层面是真大，目前并无提早休热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较近隔离的条件，逐工咧改，防疫保单理赔的原则对袂着变化。那金管会是宣布讲，对今日开始快筛阳性了后，一定要经过医师诊断。即款若是较真的民众，保险公司都要照契约赔偿。另外，轻症支出较好，陪囡仔隔离的家长是要安怎赔呢？保证也无共识。不过，保险局是强调讲，只要有隔离通知书，业者都爱赔。保险不保险？理赔不验税。防疫保单乱上乱真久啊！核保条件出险要件对着防疫政策放令愈来愈严。最近申诉案件不断，其中各以核保争议上济。我已经缴费了，因为他们家的那个疫苗险跟着防疫保单一起买的，可是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公司停产，然后要强制下架。他就说我重复核保这样，询问主管之后回复我消息，然后到现在就没消没息。金管会保险局解释，产险1年1保，而且无保证续保。通过核保前，业者有核保权，不过核保了后，就需要依约理赔。金管会也宣布，为2日开始快筛阳性，只需要经过医师诊断就算确诊，产险公司必须依约理赔。你如果经过医师诊断确诊的话，那保险公司就是应该要依契约履行责任了。不过，轻症居家照护、陪同隔离、理赔指引，各公司到即马拢无共识。金管会表示，会要求业者赶紧对外公告。不过，陪同隔离若做依法得到隔离通知书，原则上业者都要给付理赔。居家隔离通知书，它是依照48条，那这个部分保险公司就应该要依约去做一个理赔。立委要求金管会负起监理督导的责任，同时希望业者积极受理保单的争议。另外，也伫面册成立保单申诉平台，若是出现防疫保单的争议，民众会当透过平台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阁启动振兴方案，要用345亿元来补助观光运输业、餐饮业、艺文业甲失业的劳工等等。不过，今年予观光业的补助是要阁补助员工的薪水，会改做鼓励业者做特色团。另外，无带团的旅客嘛有带饭店的补助。即个伫中台湾的大型游乐园5月开始，伫北上市增加休园的日子，因为受疫情影响，入园人数甲过去比较，敢若剩2成。因为疫情冲击来自产业，行政院宣布启动新一波振兴的做法。产业对象有餐饮业，甲包含会展艺文在内服务业，也运输业甲观光业，有月投入164亿9千万块。另外也推出租金权利金减收，对贷款方案延长期限。另外，原有协助入港的做法也会搁再来延长。除了提供包含餐饮业、会展、运输、观光等产业相关的补助外，劳动部也已经宣布，过去疫情期间针对减班休息劳工推出的充电再出发训练、安心就业、安心及时上工这3大计划，以及针对青年就业的奖励，都将延长到明年6月底。
其中被看做疫情上严重的观光业，进行方案真受到关心。观光局初步规划，旅行业者若是做特色团，应得到每团补助2万块起，那请无头家导游领队，佮增加补助1万块。对自由行旅客，平常时住伫合法的旅店，每案补助800块。那绿色旅店也是升级旅店，即特色的旅店，会佮再增加补助500块。观光游乐园的部分会推出大人票3折的补助。对于目前呢，已经是第3波最严重的疫情海啸来说，以我们游乐园区现在呢这个业绩是掉了这个80%以上，所以当然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纾困的可能。就是你要组到一定的团，有人去住你的旅宿，有人到你的游乐园，或有人搭你的公路客运，我们才会用这样来做一个补助跟以前纾困不一样，以前纾困是。不，你有没有做任何事情都就是人头的一个补助。交通部长王国才讲，因为国门可能无遐尼紧开，外陆国内旅游是交通部所来进行重点。交通部向行政院争取的60亿预算内底，5亿要保护客运，其他用伫旅宿观光甲游乐行业。不过国内疫情严重，进行方案是毋是带动大家出来佚佗？交通部坦白讲，最近也各家业者自谈，听取意见，才佮公布进行方案详细内容。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因为疫情，大家生活歹过，行政院宣布规摊加数到9月底进前袂起价，会减扣黄豆仔、麦仔、番麦营业税，牛肉、巴达免扣关税，运土、汽车油等免扣货物税。也若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敢有法度维持伫咧4%以上，国发会是讲会继续拍拼。订号日欠芳做招牌炒饭，小店店开店做生意，雅事容量真大。针对行政院宣布，汤庄雅事为6月底至9月未使去减轻民众的负担，业者是讲帮助有限，因为疫情已经2年外，一直去紧加调的硬动。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收入啊，就是维持一个店的营运而已。做冷面业者无奈表示，阮物料拢起，毋过毋敢调悬价销，惊民众毋来买。希望政府会当体谅百姓，进行措施，会当互人更较有感觉。夏天我们这边很热，夏天现在都开冷气了，那夏天会更多时间都是冷气啊，那所以店也要冻涨啊，那瓦斯也要冻涨，这样是最好的。行政院减轻业者经营成本，针对关键原物料减征收，包含免征收黄豆、小麦、番麦的营业税，减免小麦仔、牛肉、奶油的关税，也甲红毛土、汽车油等4项货物税。另外，汤庄雅事甲9月拢无起价，国际局势不安，也互外界关心台湾经济成长率有法度保持无？主计总处应该在5月底的时候会公布新的一些估算哈。那不过我们认为就是说哈，能不能保住4，这不敢讲，但是我们至少也要希望能够接近。如果真的不能保4的话，我们要接近4了。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到6.45%，创下11年的新高。不过今年保持恐惊有难度。国发会指出，俄乌战争造成原物料、粮食的价销大起，也有美国6月、7月可能会搁升关利息。咱台湾当地经历甲疫情共存艰难的时阵，无法度保证会当保持，不过会拍拼去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5升雨的风面到地，全台湾各地拢有落大雨情形。南环公路明北溪路桥的便桥，因为溪水串流，强要支撑袂了。太鲁阁的影口步道嘛，因为土石崩落，暂时封起来。气象局就提醒大家，因暗到明仔载，西北部的雨水要是真高，出外都要注意。溪仔水内底拢是土沙，一直流落来，连日落雨造成土石流冲落来，河床拢变真悬。南环公路明北溪路桥跨越水溪的钢铁便桥，通风长面到2人位置，已经对10公尺缩减到6公尺。虽然钢铁便桥已经经过这几天，一天上悬雨量140毫米，不过就惊有更加大的土石流甲雨量，便桥唔知挡会牢袂。明霸客户桥上下游各150米的部分，再将我们的沉沙石再把它清出来。后面大来大雨影响山区的交通，南环这几天真侪路段出现路潮，梅山口到向阳路段27会来封闭。另外，25下晡阿里山乡加169线达邦公路加155线路段也分别传出路潮公道车的事故。亲像面桶较大的石头，拄仔讲到挡风玻璃，互开车的人惊到要死。另外一台是骑伫大桥内底，加载无人受伤。公路总局甲警方也呼吁用路人，落雨的期间上好莫去山顶。有一点，因为里面很漂亮。北部游客来到沙卡当步道，看到入口封闭的措施，感觉真可惜。
泰鲁阁国家公园的沙卡东，也佫有德卡伦步道，因为专案工程维护分别封闭到7家到9月初。堰口步道因为最近一直落雨，边坡出现落石，即日起封闭维护到6月18。最近寻到说上边坡有石头，可能比较不安定。除了山区危险，由大水河和沿海海水更加窜流，如果有4位民众伫森林博士寮的外山洲乌蛤蟆的时阵，无注意海水涨起来，伫吊伫顶面，尾仔才有海巡甲警消斗阵救起来。我这边有抛船弹，我这里也有啊，我这里有一条。气象局提醒，26下晡进入第二波落雨的高峰期，西半部地区伫暗时到27日日时可能出现局部的大水雨，特别是中南部雨势真明显，也提醒民众出外爱小心开车。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内增加104个人染病死亡破纪录，台北市长郭文哲就预告，这几天的死亡人数会阁增加。另外，快筛阳性经过医师确认，就准做确诊。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就呼吁民众，若是验出阳性，就优先用视讯看诊，减少出外，搁再小为风险。我当爸爸30年没有照顾过小孩子，现在变奶爸，我再看他们有没有发烧了，药有没有吃的嘛。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家己变做奶爸，因为后生查某囝25快速检查阳性，后生甚至发烧真严重，送急诊，一家5个人已经有3个人确诊啦。国内疫情真严重，为了保全 PCR 采检的量能，专门快速检查阳性，经过医师判断，定有是确诊的政策实施啊。不过郭文哲坦白讲，国内通讯诊疗基础建设还未完成，希望真侪爱配合改善呢。其实每一个政策它引起的后续的那种反应相当多了，对，所以有时候它需要有一些前置时间的啊，所以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就赶快应变了。特别在临床上啊，今天我发现这个死亡人数是新高啊，一天104个，还蛮多的，恐怕未来几天恐怕还在上升的。郭文哲有笑，死亡人数就可能会搁再增加。新北市的部分虽然确诊7日线有小可下降的情形，也不过副市长刘和然认为，假日效应加快速检查阳性，定位是确诊，拢会牵动确诊人数有悬有低。也呼吁民众快速检查阳性就医，以远距离的诊疗为主。若是有必要出外到防疫的急门诊，也是社区的检查站，一定要把喙炎管好，避免坐大众交通工具。18家社区筛检站。部分还持续做 PCR 以外，我们也转型做防疫急门诊，协助判断我们所有快筛阳能视同阳。另外，台北市宣布对5月26到5月31为止，凡是涉及伫台北市的65岁以上老人，无论是注第几剂疫苗，除了会使摕到1000块的商品券以外，另外送2剂快速检查试剂，希望就促能提升老人想要来注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差不多拢是8万外人确诊，有医师就认为讲，北部的病例有咧减少，不过中南部是长咧增加，所以要等到疫情下降，要过10几天，而且要等到疫情稳定落来，可能要超过4个月。若是9月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恐惊有困难。国内新冠疫情连续真侪天维持8万左右的个案伫增加。指挥官陈时中认为，目前是伫个高原情况，也互各界也伫关心确诊数是毋是会向欠悬的方式成长。对这件代志，有医师就表示，虽然北部病例数有减少的趋势，不过中南部的病例数开始变多，所以台湾的高原期也有可能维持8天至10多天。我们会在高点持续一段时间，可能1个礼拜、2礼拜都有可能。那所以呢，我们的每日确诊人数呢，大概就会在这个8万、10万之间嘛，大概是最有可能的。北部之后的大概2个礼拜，大概的高峰期大概间隔2个礼拜了。中南部已经即将要进入高原期了，大概到2个礼拜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看到中南部的高点会在什么地方。黄立民认为，台湾的高原期无亲像纽西兰、英国的确诊数像遐悬，不过若是全面实施快筛阳性就算确诊，当每一个确诊数拢有传资料，确诊数都可能冲破10万。有意思是讲，疫情流行曲线爱看较远的，袂当干那看1-2天的变化。而且最近死亡数增加，这反映进前的疫情高峰。不过也搁伫预测来，新冠病毒的一个死亡率从一开始大概就是2%到4%。那欧美国家有一些一开始就是医疗机构的量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它死亡率有的时候会上升到那个6%、7%、8%，好，那很高的数字。
那我们现在的死亡率都是0.几%啦。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很多人有了打了疫苗，有免疫力。所以有大幅降低死亡率的结果。李炳英表示，最近确诊人数呈现高原情况，这表示民众防疫警觉性真强。虽然疫情未熊熊称悬，不过可能会开搁较侪时间才会消退。因为附近的日本、韩国疫情慢慢升悬，慢慢降落，4个月也未收煞。不过以上乐观的方式来看待，上近9月都有机会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只要群体免疫达到一定的程度，应该会当适度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美国常常发生枪杀案，连德州某小学发生严重的事件，有21个人死亡。各界拢在关注枪管制问题，民主党就要求赶紧立法，莫让悲剧一直发生。不过，全美步枪协会甲德州的州长等人，说是讲这款枪击案拢是甲个人的精神状况有关系，和枪击的管制法案真歹有进展。富华道城镇的家长，伫对书会目屎是练袂煞。德州一间国校拜日发生重大枪击案，夺走21条人命，包括19个7岁至10岁的学生，还佫有2个老师。德州的州长证实，这个犯案的18岁青少年拉莫斯并无前科，不过伫犯案进前捌3届伫人面前预告伊要杀人的消息。因为伊的亲戚朋友是讲，拉莫斯捌伫学校去互欺负，甲因老母的感情嘛无好，捌闹甲警察局去，而且嘛有伤害家己的行为。因阿公甲伊做伙大，因阿公讲伊完全毋知影因孙有买枪，嘛想袂到伊竟然会做出这种无天良的代志。And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I feel for all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这个枪击案，互美国搁一届讨论管制持有枪的争议。为总统拜登、到国会民主党，拢大声要求爱通过相关的立法。To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imagine if it happened to you. Imagine if this was your kid or your grandkid. How would you feel? Could you ever forgive yourself for not supporting a simple law that would make these mass shootings less likely? But I'm here on this floor to beg, to literally get down on my hands and knees and beg my colleagues. Find a path forward here. Work with us to find a way to pass laws that make this less likely. 2012年，美国康州发生山地福克国校的枪击案，夺走20条学生的性命了后，国会2党的议员要协调提出管制枪的法案。不过，过当年要是去参议院封杀，这届共和党甲事件的原因，拢讲是这个开枪的人伊精神有问题。甲赞成持有枪的团体 NRA 全美步枪协会讲，这个犯案的人是起讲的鼓噪，两个讲法是真相像。We as a society need to do a better job with mental health. Anybody who shoots somebody else has a mental health challenge, period. 全美步枪协会按算拜五会照常伫德州举行年会，宣布讲会发表重要的演说，已经伫国会延前9年的管制枪的法案，伫济济阻碍之下，恐惊是真恶有进展。公司新闻詹回斌编译。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今日去南太平洋的岛国，甲当地稳定8国家访问。头一站就去3年前甲咱断交，换甲中国建交的所罗门群岛。美国就烦恼讲，中国会甲这个国家有私底下协议，影响到局势和平稳定。不过，中国强调讲，这是交流合作。飞机慢慢伫暗暝中降落到所罗门群岛，这台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专机，伫美日印澳4国峰会才拄啊落幕的时阵，也为日落开始展开拢总10天马拉松式的行程。王毅要访问南太平洋岛国，还佫伫东南亚的东帝汶等8个国家，并且要伫非洲来主持第2届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始终是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的好朋友，我完全不认同所谓中国和南太岛国的合作会引发新冷战的这样一种的说法。像伫中国进前，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第2人先飞去非洲，展现澳洲重视甲非洲的关系，强调新政府的承诺甲保证。路透社报道，中国寻求甲太平洋岛国达成包含安全甲数据通信合作的区域性协议。不过部分国家是烦恼，中国安尼做可能会让地区甲国际紧张局势更加严重。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中国甲太平洋岛国的协议磋商过程会感觉真烦恼。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se reported agreements may be negotiated in a rushed, non-transparent process.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 PRC has a pattern of offering shadowy, vague deals with little transparency or regional consultation. 美国要烦恼的代志唔哪一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5呼吁国会通过美国晶片的法案。伊认为晶片敢若靠外国来供应，会变做真重大国安问题。美国需要自制晶片产业，唔是靠朋友支持。伊举一个例，表称飞弹系统中有250个晶片，袂当全部拢甲台湾买，这真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外疫情，中国面对新冠肺炎是坚持要抓出所有的病例，所以上海已经封城2个月。当地政府是宣布讲6月要正式解除封锁，有一寡地区的民众这几天伊会当出门买物件。也若是北京虽然是无封城，不过管制措施也是真严格。欧洲迄边，荷兰的史基普机场除了疫情，即阵阁有罢工，机场的运作是规个乱糟糟。中国有2500万人的上海，为3月底开始的封城管控了后，特别为6月初开始正式解封。虽然上海市中心的行政区差不多全部拢封锁，不过市外部分行政区的居民，这几天已经会当行出家门去买物件。上海的各高中生也为6月初6开始会当去学校上课。上海的中国国家会展中心3月底，互人改建成临时病院了后，差不多有7300个病床，治疗2.5万的轻症患者。25也正式结束营运。若是中国首都北京有2200万人，虽然无实施封城管控，不过防疫的措施也是真严。过去1个月，伫北京来往各区公司甲公共场所，坐公共运输甲机动车，拢爱摕48点钟的 PCR 阴性证明。虽然确诊数渐渐降低，不过北京煞宣布，因为疫情，天安门广场将关21天，拄好包含六四事件的敏感时间，也互外界伫怀疑关起来的目的。另外，为着疏解伫城市生活的郁闷，北京为今年清明节过了后，流行露营甲野餐，所以相关产品的业绩成长1倍以上。心情嘛，最近疫情都比较烦闷吧。我觉得出来露营呢，大家的心情都会放松一点。那是欧洲第2无用的国际机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为4月开始，因为机场安检加托运行李人员小连续罢工，再加上新冠疫情，一寡员工请病假，所以机场真欠卡手。那机场的航班大乱，出入境旅客客满规个机场大厅，甚至必须提早4点钟来报到接受安检，引起真侪人不满。Ja, wij waren goed voorbereid, dus wij wisten het, maar dit hadden we niet verwacht. Dit overtreft inderdaad wel alles. 史基普机场员工的工会代表威胁讲，亚洲机场也无设法改善工作条件，因为6月初开始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疫情转好，搁面临热天旅游高峰，史基普机场真乱的情形可能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转来看国内消息。台铁工会为着抗议公司化，这个月初劳动节是发起无加班的活动。本地5日节是要继续举办，即马经过交通部的沟通了后，已经达成一寡共识，宣布会照常出去。今年5.1劳动节，因为台铁公司化争议，台铁产业工会甲企业工会发起卖加班行动，造成表定列车拢取消。原本按算5日节也会发起卖加班行动，不过经过参交通部沟通，25企业工会讨论决议，暂停发动卖加班行动。昨天他们经过很理性，但是也有里面有不同的意见的讨论哈。那他们决定就是端午节取消这个不加班的这个活动。昨天他们的决定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我是希望后面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不加班的一个活动。台铁企业工会表示，达成共识包括劳资双方承诺设置安全委员会，未来主法协商共同讨论，上济基金运作合理，而且稳定票价，加参考其他国营企业改善员工加薪问题。那后续我们16个执法是希望在年底前能够通过所以从现在开始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会针对16个执法的内容。会跟工会好好来进行沟通。接下来要怎么来推动包括我们交通部的推动小组，然后我们拟出的16个执法
怎么样一个一个端出来跟我们员工还有工会做一些讨论。企业工会表示，麦加班连数目前是先传遍，但是无使用。未来中秋、双十投票日会阁看中央敢有落实承诺，决定是毋是会阁有行动。产业工会表示，目前也阁在了解员工对即摆决议的想法甲需求，会阁再对外界来说明。记者郭冠长随台北报道。去年11月，有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怀疑是因为注 BNT 疫苗了后死亡，到今也无法度入土为安。家属今日早起是跟观察去指挥中心抗议，讲因到今也未看到验尸报告，嘛无摕到死亡的证明书。经卫生署的署长杨志良就陪家属去台北地检署提告要告赔。政府无能，政府无能，还我真相，还我真相。一群人大声喊抗议口号，咱跟观察，咱夜人抓去疫情指挥中心的大门口，要求政府互因真相。因为16岁姓房的妹妹，去年11月份，好亲像注 BNT 疫苗了后死亡，不过遗体伫冰柜冰大外公，到即马也无法度安葬入土为安，互做妈妈的心真痛。我的孩子才16岁，然后打了疫苗就莫名其妙的猝死，然后你们。在司法相验之后，你们既然检讨报告书是不能给家属的，所以我今天要去地检署在案里申告。房妹妹妈妈表示，查某囝遗体上验过程，卫生单位甲法务部互相相杀责任，唔知检验倒一寡项目，家属嘛看袂到解剖报告，摕无死亡证明书，所以无法度替查某囝办告别式。礼拜四。特别写一封陈情批，予指挥官陈时中要求伊落台，并且爱予因交代。随后，伫前卫生署长杨志良陪同下，搁去台北地检署控告，政府是无顾人命。台湾的司法早就死了，但是为什么要来安宁控告，留一个历史记录？杨志良指出，姓房的妹妹伫这件事件中，因为官方的疏信，遭受一寡无公平的对待，应该爱提起国赔诉讼。尤其是即马儿童疫苗陆续开始做，望政府重视疫苗副作用也甲致死死亡的问题，莫阁有下一个房妹妹，也是有下一个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台科大学生会张半暝刊文章，讲台科大按算要照提倡条例接受华夏科大。华夏科大是表示讲，董事会就还未决议，台科大安尼放消息损害到学校的名声，要求台科大就要回实的。另外，南投的南开科大因为学生啊减少，当咧讨论要甲学校关予国立的暨南大学。毋是专案的辅导学校，财务甲办学也是正常。华夏科大因为台科大学生会25暗时写文章，指出台科大想要以退场条例接受华夏科大，敢想被宣告即要停办退场。董事会根本就没有这个决议，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全校师生都很纳闷。华夏科大声明，学校内底无讨论，董事会也无决议。台科大单方面放出无确实的信息，伤害校方的名誉，要求核实的。台科大回应，捌伫非正式场合讲到合作的可能，无得到华夏任何的承诺回应。校内提议先得到共识，对学生会放出接受华夏的信息，无甲华夏来沟通定顺，造成校方的名誉损失，感觉真实的。教育部长潘文忠希望两校最好协商，甲校内讨论。甚至未来，如果华夏科大认为有一个长期希望，有停办的想法的时候，能够在这个时间，做一些比较好的沟通跟讨论。位于南投的国立暨南大学也传出要接受南开科技大学。暨南大学校长武东升证实，两校参详合作确实有影，不过也无收到南开科大决议，要关注暨南大学的这个公文。真正走到这一步的可行性，那捐赠的对象如果是国立大学的话，可以用它原来的这个相关的资源，继续提供在地的技职教育的这个升学管道。私校工会指出，私校停办也是清算后选了后，关键互公立也是国立大学，毋是问题。关键是私校退场敏感佮复杂，若师生无共识，无得到好好的安置就公布，纷争会不断发生，造成伤害。退场的程序呢，应该要至少3年的时间来做准备，而且要有充足的资金来妥善安置教职员。由因会以台湾首府大学为例，学校也未参详好，无甲师生达成共识，就宣布停办，引发真大风波。这款的说法反倒当做了退场的停事。记者综合报道。
5月英国拢是放饲的大月，不过根据统计，今年的新建案是比去年减6%以上，是20年来上低，甚至比 SARS 的时期更加凄惨。房产的专家就分析讲，主要是因为本土疫情的关系，加上升息压促价才有这款情形。总价大约800到1000多万，那看您是1房的需求还是2房的需求。这位郭先生是头一届买厝，想要家己住，决定伫台北市买伊人生的头一间厝。不过最近厝价起价，加上中央银行一直起利息，伊买厝的计划全规个乱起。现在看房子其实大部分都小资族，1-2码其实还算是可以接受范围。那如果再超过一点点，可能就是要再稍微评估一下现在的总价。不动产代销公司嘛讲，最近本土疫情吃力，房市的生意是加真歹，加上起利息压差房，唔拿来看厝的人少，真正要来买厝的人是无几个。这1-2个月也是国内疫情的高峰嘛，在看房的客户他就是会相对的减少非常多，升息啊，还有所谓的限缩房贷的一个影响，它都会变成是保持的观望态度。也许再看看这1-2个月，台湾房地产的发展会转变成什么样子。房市交易的量能豆豆咧萎缩，嘛影响建商新建案的量。根据自顶杂志的调查，台湾北部5月份新的建案，敢若台北市有成长，差不多是155亿。新北市、桃园市，甲去年5月来比，拢落超过7成。家人是完全无新的建案，新竹县市嘛衰退9成以上。规个台湾北部新的建案拢总差不多360亿，整体衰退6成7以上。前一波有政府打房的因素，还有这个央行因势升息的影响。5月之后，疫情一发不可收拾，连工地都出现工人染疫、普遍停工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是有案子也没办法推。5月的推案量创下近20年以来的新低。房产专家分析，新的建案减真多，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过，根据中央银行公布4月份徛假贷款存的钱有9兆218亿。建筑贷款的存额是2兆8996亿，拢阁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房贷存额的年增率是落尾1成，土地建筑用资年增率嘛落13.3%，显示房市降温的情形。接续6月中中央银行的理监事会，按算还阁会起利息，甚至无排除会推出第5波选择性信用贷款，房市会持续呈现量减少、继续压悬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滚价，嘉义、台南、屏东拢宣布取消今年北中圳的比赛。高雄即马是正做南部唯一一个照常举办的城市。嘉义市府伫咧爱号召鼓励甲宁圳点眼，祈求平安。市长陈其迈嘛表示，会用高规格防疫来保护选手。请点青蛙，点龙儿。毛毛啊，河中24只灵船由市长陈其迈佮贵宾照鼓励开工点眼，嘛祈求平安，疫情赶紧过去。其实，这礼拜高雄确诊人数一直增加，南部其他县市已经陆续宣布无要办灵船比赛，敢若剩高雄决定照常。龙舟赛它是属于户外的这个活动，风险会是比较低，采取高规格的防疫的措施，也包括必须打满3剂，而且比赛当天还要进行这个快筛阴性。文化局表示，因为南部其他县市停办，高雄今年有袂少其他县市的选手参加，拢总108队2200人报名。虽然南部疫情紧张，目前也无报名了临时取消的队伍。目前为止，其实报名的人数大概还是一样，就是2200人左右。那这个人数其实并不是历年最多，我想也是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高雄肉粽节灵船比赛已经停办2冬啊，今年6月初3到初5伫爱河举办。市府表示，台北、新北嘛照办，因会甲选手甲观众分流，只要防疫做好势，日常节日活动就会当照常。记者陈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台东县的农民最近发现讲，田里的稻仔拢拍切，专家认为讲应该是咧播田的时阵拄着落雨所造成的。台东的气象站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5月有日头的时间，干那87点钟，是10冬来上少的，因为安尼去影响到稻仔的成长。关山镇的农民手提规丛的稻仔，切啊一个甲地落内底竟然是空的，农民的心情是足着急的。农民讲，可能是最近雨一直落无休困，而且温度一时啊寒一时啊热，才会造成稻仔变作是拍切。
毋过有专家去现场了解，因为目前雨季甲温度，越若寒越若热，并毋是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有的农民较早补黄啊。伫目前雨季来进前，稻仔的花都已经开啊，地属稻仔无法度浪费有关系。有的可能都只剩下1、2成的稻子而已了。139的台埂11号，其他差不多拢中掉。目前接获到的讯息大概都是局部的，以早插比较严重，然后另外就是在开花的时候，它刚好有降雨的时候，它会发生的特别严重。这几年台东县的稻仔受到气候的影响，造成农民的损失。根据台东气象站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落雨的时间，比前3年同期的平均大较侪工。若今年1月份至5月份累计有日头的时间，嘛是这10年来上少的，敢若有87点钟。5、6年来降雨日数4、5月都是在下降的，那今年有很明显的在增加，每年的1到5月的日照时数都在87小时以上，所以今年算是过去10年来的日照时数最少的一年。农改场的专家讲，日照的时间变短，稻仔咧生嘛会变较慢，雨雨也未受到影响的农民，建议慢1礼拜割稻仔会较把水。台东县政府表示，目前农民的损失也搁来做调查，不过今年稻仔强制纳入收入保险，农民若是有损失，会当来申请理赔。记者综合报道。注疫苗预防新冠肺炎，不过疫苗的保护力还阁剩偌济，无法度随便影。台南的省大就研发出一款晶片，只要滴一滴血，就当甲受试者血液内底对抗新冠病毒的抗体浓度验出来，只要1点钟就有结果。加注过1剂也是2剂新冠疫苗的受试者的血滴入去晶片内底，1点钟了后就使判透，也剩偌济对抗新冠变种病毒的中和效力加抗体浓度。它产生的抗体越多就会越绿，然后抑制感染就会让红光减少。那这个是偏黄的。那它的保护力在60几。这是成功大学研发的高通量新冠变种病毒2倍晶片。团队表示，传统检验要2-3天，也全人操作病毒感染细胞的实验。不过，经由晶片会使省时，也使降低这操作风险。研究成果已经刊登在国际期刊，也摕到台湾专利认证。现行的 Omicron 已知疫苗的保护力不断的下降。那经过1滴血的检测，就可以知道现在身体的各种免疫抗体的指标还有保护力。团队想要甲国内厂商合作技术移转，让更加多人受到帮助。另外，抗体对着预防新冠肺炎病毒是不是有实际效果？国际期刊自联18发表上新的研究，指出无注疫苗的人感染 Omicron 后期了后，体内抗体要对抗其他变异株的能力有限，反倒当时注射疫苗保护力是更加全面。除了说我们抗体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细胞免疫系统，复杂度其实是很难单用抗体就可以来做解释，这样。高医感染内科主任陈爱孝认为，研究只有18个受试者，无数无多，难以当作定论。后续爱看是不是其他研究来支持这论点。不过为了降低重症风险，也是建议做疫苗。就算为着建议3个月再做疫苗，因为抗体有时效性，期限过了后就消失。另外，就算做过疫苗，为了评估属有免疫力较歹、且有风险的民众，也是搭配用药来治疗，避免重症。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大南有民众头讲，徛在附近有畜牧场头漏废水，造成因阴残的鳖仔由氧化是真严重。嘉义县政府成立稽查小组，20开始伫咧畜牧场的排水口道监测设备，嘛全面检查水路甲水质。环保局人员拢入去排水沟内底，要来取用水管的水质。为20开始，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甲环保局都会无定时来大拿这间畜牧场稽查，因为附近社区检举因讲排出来的水造成污染。它的那个废污水的状况啊，其实我们还会再不定期来检视。那目前已经先在它周边的水体啊装设那个自动的水质检测。那同步呢，我们下午会在它实际制成的时候啊，也会再来做一次稽核。5到外的鳖仔水互我拖甲满满时。例如讲，这区鳖仔是边仔饱和公顷参横的灌溉用水，即卖有氧化严重，拢是因为这间两商的畜牧场造成的。头前伊污染落来，个排水落来，变造成阮个灌溉用水氧氧化，氧氧化了就是变讲都伊水排出来变臭的，而且头底什么成分咱嘛有的咱嘛无清楚，你也是甲规片污染落的时阵。规片的农作物拢去，阮这农民要食啥？
例如讲，为古早无自来水的时代，这区边仔就提供庄内民生用水，进前嘛是呼吁家己找一个所在。希望县政府重视排水甲移动环境卫生的问题。若3个月了后，客务场的排水阁无法度符合标准，就应该甲撤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对4月底开始，警方就无搁受理民众检举红线停车。这阵新竹市科学园区附近的街仔，才出现真侪明明有停车格，煞民众甘愿停伫咧红线情形。明明头前都有停车位，有人偏偏把车停在红线顶悬。今年4月底，检举违规停车的新制上路，警方无搁再接民众检举红线停车。最近有民众发现，在科学园区附近，驾驶人违规把车停在红线的情形变较严重啊！大家都会去停红线，然后不停车格啊。那是为什么？不缴停车费啊。就蛮多违停的，人一定会贪便宜啊，这很正常啊，就能规避停车费就规避啊，要不然就是看到我们来了然后就走了。警方表示，最近有注意到乌白停车的问题，未来会加强附近路段的巡逻，希望民众千万唔通随意违规。本分局将持续加强该路段巡逻、取缔违规，并宣导民众停车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警方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想要省1点钟20块的停车钱，请违规停红线。若是由警方开罚单，是会罚价600至1200块。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南投水里车厅火车头有一丛900吨的青鸭树，最近因为染着病，就决谈管理处赶紧请树蛙医生来看病，已经先甲青鸭注药啊，会继续观察。对车亭火车头出站，就会使看到这丛见证在地100年历史的青鸭，当咧吊大虫。树仔食到遮济花啊，嘛是甲咱人共款会破病。这丛青鸭也当咧接受治疗。围起来就是在治疗，因为它那个树枝会掉下来，打到客人，打过很多遍的。青鸭即目前伊有带着一块病菌，咱防管处嘛真积极来处理，即目前咧处理应该是会达到复原啦。1921年种落去的这丛青鸭，其实这几冬就时常咧破病，最近是特别严重，得到人讲是树仔癌症的黑金病。立月潭管理处就特别请一级特生中心的树仔医生来甲伊治疗、甲注药啊。不过为着防止树仔放弃发生危险，现场也用棍架来采树仔。特生中心的一个植物专家建议就是说，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经验，在医治的过程当中，那个药剂注射之后，怕有一些根系会腐烂掉这样子，所以怕说游客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建议我们用大型的一个钢支架来支撑这个树木，防止它倒塌这样子。青鸭做好药啊了后，该观察几个月的时间，才会当安排赛后的治疗方式。众人也希望讲，100年的青鸭会使赶紧好完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27度，中部地区23度到28度，南部地区24度到29度，东部地区23度到28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